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3，罗马书1章16节安尼讲：我无看福音做见效，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，要拯救所有信的人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无看福音做见效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专心敬拜你，因为你是荣耀权能的主，你创造天地，掌管万物，你的智慧无人通测度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通对罪恶中受呼召出来，来进入你疼囝的国度。感谢你将救赎的恩典赏赐阮，互阮通罪得赦免，通甲你和好。主啊，愿你的福音伫阮生命中发出大能。主啊，求你拄起阮的惊吓，互阮受圣神感动充满，定心得到为你做见证的勇气甲信心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学习保罗所讲，阮无看福音做见效，因为这个福音是你的大能力，要拯救所有信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